哎呀，大家能早晚来，他妈上的他这些的来是吧？大家早安。就是我们安乐道论的内容呢，就是之前已经讲述完了，就是成熟自心序六度的修学。那成熟自心序六度修学里面呢，就是讲述完了布施以及持戒。那安乐道论里面呢，就是关于安忍的修持呢，我们也大概讲述完毕。那不过呢，就是我们又更清楚的呢来讲述安忍的分类。那我们知道说分类呢分为就是耐怨害忍，然后呢安受苦忍，以及呢施舍法忍。那我们上堂课呢把耐怨害忍呢讲述完毕。那接下来呢就是从安受苦忍开始。那安受苦忍讲完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精进，以及呢就是后二度。那在这边呢，我们会先讲述，就是把这一段讲完之后呢，我们会回到功德之本颂，然后把大乘的内容呢，就是上师道发心的内容呢讲述完，然后呢再开始呢接到止观，然后再开始更详细的做一个解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说安受苦忍。那安受苦忍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因为过去式的这种树业呢，就是过去式所造的业，以及呢我们暂时呢遇到的这些因缘呢，就是我们临时呢所发生的这些因缘呢，然后而产生种种的这些痛苦。那把这些痛苦呢转为道的方法呢，就是称之为是安受苦忍。那我们呢，就是透由修习安受苦忍呢，它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一般不去串起的时候，遇到各种痛苦的时候呢，那往往呢，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痛苦呢，给我很大的这种压力，然后让我感到非常的难受。但是如果能够修习安受苦忍，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够长期来串起安受苦忍的话呢，或许没有办法让所有的痛苦呢都消除，那最起码呢，它可以让我们把就是比较大的痛苦呢，最后呢可以把它转换为较小的痛苦。那对于说安受苦忍呢，我们该如何的来思维呢？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如果呢发生了痛苦之后呢，如果说还能够转变，还可以挽救的话呢，那我们其实不需要去感到任何的忧恼。那如果说这件痛苦发生之后呢，还没有办法再改变的话呢，那我们的即使再去苦恼这件事情呢，也没有任何的帮助。那而且呢，你去做这种这时候再升起各种的忧恼呢，它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就如同入行论里面呢，就是吉天菩萨所造的入行论里面呢，也有讲述到说，若是尚可为，云何不欢喜？若是不可为，忧恼有何益？那还有呢，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来修习安受苦忍？那接下来呢，就是思维到苦的功德。那因为呢，我们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那会令我们对于轮回呢，就是产生厌离，会让我们升起一种呢想要脱离轮回的心。而且呢，当我们预受到种种痛苦的时候呢，它可以去除呢，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来的很了不得的这一种骄慢我慢的心。所以，当我们呢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那我们自然而然呢就能够去除痛苦。我们自然而然呢感受到痛苦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去除掉我们心中的这种我慢。然后呢，而且也会升起一个呢想要希求解脱，然后脱离轮回的这种心。那同样的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理路呢来思维安受苦忍，就是呢，当我们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去思维到说，那这些痛苦呢是从何而生的？会发现说这些痛苦呢，它是从不善意而生的。所以呢，我们如果不想要感受不善的这种苦果呢，那我们就应该呢遮止所有能够让我们产生痛苦的因，也就是去遮止呢造恶的这些因。因为呢，当我们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呢就不会去造种种的恶业。那同样的呢，就是反过来说呢，当我们受到痛苦的时候呢，如果能够看到说，就是我想要就是没有痛苦的这种快乐的话，那就要承办呢，就是它的因，也就是善业。那自然而然呢，我们就会好好的行善。那除此之外呢，当我们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因为自己感受过这种痛苦呢，所以当别人受苦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对于这一些就是被痛苦所折磨的这些友情呢，我自然而然呢就会对他升起悲心。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苦呢还有很多的功德。如果说把苦的功德呢，把它转为道用的话呢，它
反而呢可以变成我们好好修行的一个动力。那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做思维，就是说思维呢，就是我从过去世呢到今生呢，就是经过无量的这种生死的流转，那我们往往呢只是为了承办少许一些毫无意义的这种五欲的这种享乐呢，然后召集了诸多的恶业，那因为这些恶业呢，所以感受到就是地狱等无量的这些痛苦，但是呢，从来没有承办过任何呢，就是为了帮助自己的他人利益呢。所以现在呢，如果说我能够为了正法，然后行持这种难忍的苦行的时候，那虽然说呢，它只是产生了一些较为少许的痛苦，但是呢，跟地狱的痛苦比起来，只是少许的痛苦，但是却是能够承办自己以及他人的利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该去好好的休息安忍。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思维到说，就是像外道的这些有情呢，他们相信呢，就是这种相似道，就不是正道，他们相信这种相似道，然后相信呢，就是忍受各种的苦行，像是说跳到三叉戟上面，或者说呢，就是被各种的火呢，就五种火呢，然后来烤他们自己的身体呢，就是这种苦行呢，他们都能够承办。然后乃至于说世间的这些有情呢，他们为了说像是农事或者说战争等等这些呢，他们也是可以忍耐各种的痛苦。那更何况呢，我们现在是为了承办一切有情的意乐，那既然能够他们为了这些小事情都能忍受痛苦的话呢，那我为了承办一切有情的毅力，为什么没有办法忍受这些苦行呢？那这边呢，就举一个譬喻来说呢，比如说呢，如果有一个犯人呢，他犯的就是要被砍头的这种罪行，那之后呢，就是他透油呢，就是斩断就是一根手指头呢，他就能够脱离这种被处死的痛苦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呢会感到大欢喜，因为本来呢可能是要被砍头的，那现在可能呢就是一只手臂呢，或者说一根手指头呢，就可以换这种砍头的痛苦的时候，那他自然而然呢会感到欢喜。所以呢，我们就思维到说，如果呢我现在能够忍受呢，就是世间的这种小苦行的话呢，那之后它可以帮助我遮遣无边那种轮回的痛苦的话呢，那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这样去思维的时候呢，那当我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呢就是会感到欢喜。那这种思维的方式呢，就是我们透由就是如理的观察呢去思维，透由觉者慧呢去思维，然后从小的痛苦呢开始忍受，然后慢慢的去增强，然后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忍受较大的这种痛苦。所以呢，我们在修习安受苦忍的时候呢，一开始呢就要从小的痛苦呢，就是开始做一种串习。那从小的痛苦开始串习的时候呢，然后慢慢的再把这个苦的力量呢增强，然后最后呢，对于大苦呢，我们也能够自然而然呢就能够去忍受它。所以这是修习安受苦忍的一个方法。以上呢，我们就概略的讲述完了就是安受苦忍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第三个呢，就是施舍法忍。那我们可以施舍法的内容呢，就是可以分为8种境呢来做思维。那这8种境呢，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就是生信境者。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可以让我们升起净信心的这个对境呢，就想要说像是三宝等等这些功德。那第二个呢，就讲说可以让我们现证的对境。那我们现证的境呢，就讲到说2种的无我慧，就是空性等内容。那第三个呢，就是希乐境，就是我们所希求的，像是诸佛菩萨的广大神通。那还有说呢，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取境者，就是所有的一切妙行，还有说呢，就是这些善果。那我们所要舍的境呢，就讲到说所有的恶行呢，还有诸苦果。那还有说所修境者呢，就是为我们就是只说呢，我们所要获得的大义，也就是只要说大菩提，也就是佛果位。然后还有呢，能够获得彼的方便，能够获得大菩提的方便呢，就讲到说一切的菩萨的所学道。然后呢，接下来就讲到说闻思境。那闻思境呢，就提到说，就是我们对于12分教，还有说所有的正法呢，就是要好好的去做修学。所以以上呢讲的8种对境中的任何一境呢，我们都要透由就是教理呢去
升起定解。那教呢就只要透有就是经教的这些依据，那理呢就提到说我们如理的呢去做思维，然后透由此呢引发对这些内容呢引发定解，然后呢升起兼顾呢想要修习的这种信解，然后要升起呢就是我们唯应学习这一些之外呢，然后而不是去学习其他的，所以上述呢就讲到说师者法忍。那所以呢我们就讲说透由呢就是思维这些内容呢，然后让我们升起兼顾信解的呢，那就是具备这8种境。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尽信境，就是能够让我们升起尽心的这个境呢，就是讲到说三宝的功德，就是透由呢经教以及理路呢，然后来思维三宝的这些功德呢，然后让我们能够引发定解，并且好好修习。所以第一个呢讲到说尽信境，就是三宝功德。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现正境。那现正境呢，就是对于说2种无我的内容呢，就是对于说无我真实呢、无我真实义的道理呢，我们透由就是经教以及理路去觉着之后呢，然后透由这些思维，然后引发这种坚固的信解，然后呢，相信说唯应如此呢，那其余的呢都不是我所需要的。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说第二个就是现正境。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希乐境，那就是说我们所希求的呢，那也就是说讲到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些他们广大的这种神力或是神通等等的，那这些呢是我们所希乐的，所以讲到说第三个呢希乐境，然后对于说佛菩萨的这些广大神力呢，同样透有经教以及理路呢引申定解，然后兼顾升起信解。那接下来第4个呢，就讲到说所取境，就是我们所要取的境，就是我们所要修持的境呢，就讲到说就是所有的这种善行，以及呢善呢所获得的这种果报，所获得的这种乐果。所以对于善行还有乐果呢，我们同样透过经教还有理路呢，就是如理的呢去思维，然后升起定解，然后对于我们所升起的这个定解的内容呢，然后坚固的去修习，然后相信到呢说唯应如此呢，然后不做于行，然后这个呢是讲到说第4个呢就是所取境。那第5个呢就讲到说所舍境。那所要舍的境呢，就讲到说所有的恶行呢，以及这些恶行呢所获得的这种果报，那同样呢透由经教以及理路呢，然后让我们升起定解，然后对于此意呢，就是所升起的这个定解呢，能够如理的去修习。那这是第5个呢，就是讲到说所舍境。那我再重复一遍哦，第一个呢是讲到说净信境，就是能够让我们升起净信心的境呢，是第一个净信境，就是三宝的功德。那第2个呢就是现正境，就是我们所要现证的功德，所要现证的对境呢，也就是2种无我的真实，就是2种无我慧。那第3个呢就讲到说是希乐境，就是我们所希求好要的，那就是诸佛菩萨的这种广大神力。那第4个呢就是所取境，也就是呢说的妙行呢，还有说它的乐果。那第5个呢就讲到说所舍境，就是所有的恶行呢，以及所有的苦果。那接下来第6个呢就讲到说就是所修境。那所修境呢就提到说呢就是大菩提呢是我们所应得的，就是我们所要修的呢也就是菩提心。那所修的里面呢就是我们所应得的是指到说大菩提，那以及呢就是能够获得就是大菩提的方便呢，也就是一切菩萨的所修道。所以在所修境里面呢分为2个，一个就是我们所要证得的大菩提，以及能够获得大菩提的方便呢，就是一切的菩萨道、菩萨学道。那同样呢也是透由经教呢如理的思维发起定解，然后呢坚固的去修习。那最后一个呢就讲到说就是闻思境。那闻思就讲述到说我们所闻思的内容呢，那最主要就讲到说世尊呢所讲的12分教等这些正法。那所以呢就是对于说上述的8种境呢，所谓的师者法忍，就是讲到说上述的8种境里面呢，我们对于任何一境呢都要透由经教以及理路呢如理的去思维，然后呢引发定解，然后呢并对这些我们所思维的内容呢，然后坚固的呢去串起，然后升起呢就是真正的这种信心。那这以上呢就是讲述到说师者法忍的内容。所以以上呢就讲到说3种呢就是安忍的分类，那就讲到说就是
安受苦忍，第一个耐怨害忍，第二个呢安受苦忍，第三个呢施舍法忍。那在讲述到施舍法忍的时候呢，那也有讲到说施舍法忍，它另外一个呢就讲到说圣解圣忍。那圣解圣忍呢，那圣解呢就是刚讲述到的呢，就是如理的去思维呢。然后呢，让我们内心呢能够产生圣解，或者说产生信心的这一种，所以称之为叫做施舍法忍。那在讲述了三种安忍的分别之后呢，就讲说我们要长时间的呢，然后来修习安忍的功德，因为呢，就是对于嗔心呢，它会摧毁我们百劫呢所修的这种善根，所以呢，在恶缘呢汇集之时呢，我们该好好的呢去修习安忍，然后把这些痛苦呢，把它转为道用，然后对于种种的殊胜境呢，那我们同样的呢，要好好的去修习信解，就是想办法呢，升起信心。那同样呢，对于说这些大地菩萨所说的安忍呢，他们的各种的这种修持呢，我们应该也把它当做一个我们所希求发愿的一个对境，然后透过这些方式呢，来修习安忍。那以上呢，我们就讲述完呢，就是能够收摄自相续呢，收摄自相续里面的呢布施、持戒、安忍的内容呢，我们今天讲述完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述到精进的内容。那请看到第29页的最后一段。那接着呢，就讲到说精进的修学。那同样呢，我们在修习精进的时候呢，也是在我们的顶门呢，就是观修我们的根本上师。然后观修根本上师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思维到说，我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利乐呢，那我需要快速的呢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位。那为此呢，我应该要承办就是庄严相好等佛的一一法行，承办布施等菩萨的一一法行。那即使必须以10万劫横竖无间狱中成就佛位，我应不舍精进，升起好药，不仅在自心上聚集甚深广大的善法，也应安置众生于善道，令生无上菩提。那这边呢，就是简短的呢讲述到了说精进，那以及精进的3种分类。那我们知道说精进呢分为就是第一个还甲精进，那第二个呢是摄善法精进，还有第3个呢就是饶益有情的精进。那在安乐道论里面呢，它只是很简短的呢介绍了这3个精进，就是讲到说呢，在开始呢，为什么要修学精进呢？就是为了一切有情呢的利乐，就是发心，我为了一切有情的利乐呢，所以我要快速的呢证得佛果。那为了快速证得佛果位呢，所以呢，我要由此呢来修习精进。那该如何的修习精进呢？第一个呢，我要承办庄严相好等佛的一一法行，就是对于诸佛的各种行持呢，我要好好的去行持，然后承办布施等。那布施等也是菩萨一一的法行，就是菩萨的各种的这些修持呢，那我呢也要好好的呢去修持，然后升起好药。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还甲精进。那所以呢，这边就讲述到说，就是对于诸佛所行，还有诸菩萨的所行呢，即使呢这是10万劫呢，我要横住在无间地狱中呢，才能够成就佛位。那我应该不舍精进呢，升起好药呢。那这个呢是属于还甲精进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自心上呢聚集甚深广大的这种善法呢。那这个呢是属于摄善法的精进。那最后呢，也应安置众生于善道呢，令证无上菩提呢，那这是属于饶益有情的精进。那透由就是上述所讲的这些修持呢，那祈求就是上师呢以及诸佛呢能够加持，然后让我呢能够获得3种这种精进的修持。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述到精进的体性是什么？精进的体性呢，就是对于心呢能够升起欢喜以及永汉的这个呢，称之为是精进。就像是说，我们对于说能够摄集善法，还有说像是利益有情，对于各种善的方面呢，然后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升起以及永汉的这种呢，就是精进的体性。然后把这种精进的体性呢串习到圆满呢，就是精进波罗蜜多。那在3种分类里面呢，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还甲精进。那还甲精进呢，就如同说我们在上师会供里面呢有一个偈颂呢，讲到说，即便一一有情利益故，无间狱火，若须劫海数，大悲无悔，勤求圣菩提，精进之度圆满求加持。就讲到说呢，即使为了去除一个有情的痛苦呢，那我长时间呢在大地狱里面呢，就是1000大劫
的这种地狱里面呢，那我呢也要为了一个有情呢，就是安住在此地狱之中，就是必须以如是难行呢，方能够成佛的这种苦行呢，那我同样呢也是一样，就是欢喜而且勇悍的呢来承担。那这样子呢，就是来思维这种呢，就是叫做还假精进。那第二个呢，是想要说摄善法精进。摄善法精进呢，就是我们为了承办身见呢，或是广行道，或者说呢，我们为了承办六种波罗蜜多呢，能够欢喜勇悍的修持呢，那就是这边所讲的摄善法的精进。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饶益有情的精进。那对于饶益有情的精进呢，就是对于11事，就是我们之前呢在讲到说饶益有情戒的时候呢，讲到11种方法。那这11事呢，就是如之前所讲的呢，就是我们好好的呢去修学，然后呢也是发起精进，就是对于说能够行这11事呢，然后发起就是勇悍以及欢喜的心呢，就是饶益有情的精进。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说精进它的违缘呢，就是它的不顺品呢，就是有3种，就是呢升起精进的这种障碍呢有3种。那第一个呢，我们就讲到说是推延懈怠。那它的违缘就讲到说3种懈怠，那3种懈怠里面的第一个懈怠呢，就讲到说是推延懈怠。那什么是推延懈怠呢？推延懈怠就觉得说，就是虽然说呢，我知道呢要行善，但是要行善呢，我总觉得说啊，我不急着今天做，我可以明天再做，或者说呢后天再做。那这一种呢，就是觉得说，哦，我还有很多时间，我之后再来做的这一种呢，就是所谓的推延懈怠。就是我们对于说呢，我虽然知道说我要开始修习的正法，但是呢，我总觉得说我明天再做，或是下个月再做，或是明年再做呢，这种就是所谓的推延懈怠。那对于说推延懈怠呢，我们该如何的去对治呢？它对治的方式呢有3种。那第一个呢，就是去思维到呢，此生呢没有办法长久，就是此生呢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够活太久，速当死没。那第二个呢，就想要说，我们死了以后呢，就是死后呢会堕入于恶趣。那第3个呢，就想要说堕入恶趣之后呢，我们再难得呢获得如此殊胜的人生。那所以呢，就如同我们之前在下士道所讲述的，就是思维呢就是念死无常，然后三恶趣苦，以及呢暇满难得，就是从这3个角度呢来做思维。那第二个呢，就想要说贪着恶事的懈怠。那这边讲述到的恶事呢，就是我们今生呢会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一些行为，就是讲一些没有意义的一些八卦啊、闲言闲语啊，或者说就是因此而产生种种的散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该如何的去做对治呢？如何去对治这种贪着恶事的懈怠呢？那我们该去思维呢，就是当我们讲这些无意义的这些言语的时候呢，还有说去做一些不重要的这些事情呢，就是这些散乱的这些事情呢，那做这些散乱的事情，它有什么的过失呢？它会毁坏我今生的这些善行。那除了毁坏我今生善行的缘故呢，因为毁坏我今生善行的缘故呢，它会感得让我来生呢能够升起各种痛苦，所以呢，它变成说它是让我失坏今生善行，然后呢后世升起痛苦的各种的因。那如果我贪着在这一些的话呢，就变成说舍弃了能够让我在今生还有后世呢让我升起无边欢喜的这些正法，那这个呢就变得极为的不合理，所以要由此呢而去断除。那第3个违缘呢，就想要说至轻的这种懈怠。那什么是至轻的懈怠呢？就是我们的心呢会升起这种退弱的这种心，就是呢我们会思维到说呢，像我呢怎么有办法去证的，就是断除一切过失，获得圆满一切功德的这个佛果位，就是我们会有这种思维，就是心生退弱，觉得无法呢成就佛位的这种心。那该如何的去对治呢？那就要思维到说呢，就是世尊呢他曾经有说过，就像是蚊虫等呢有能够他们呢都是可以获得菩提的，像是蚊子啊，或是这些虫蚁等等，它都是能够获得大菩提，成就佛果位的。那何况呢，我现在呢就是投生为人，那人呢还有怎样的特色呢？就是人呢他可以了知取舍，他可以知道说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那如果我们在能够知道取舍之后呢，又能够不舍弃精进，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成佛呢？更何况呢，三世诸佛呢，他也不是说他一开始呢出生就已经是佛了，而是一开始是和我一样的，慢慢修学之后，然后最后才成佛的。
那就是想说呢，对于说这种我们至亲呢，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无法成就佛位的这种呢，那就是视为到说三世诸佛呢，他并不是说一出生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成就了诸佛道。那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和我一样。所以我们导师释迦世尊来说的话呢，世尊一开始呢，在尚未成佛之前呢，那其实和我们一样的。那在过去无量世之前呢，世尊呢，他曾经当过我们的母亲。那同样呢，我们也曾经当过世尊的母亲。那他和我们一样呢，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但是呢，世尊呢，他就是透由精进的修学佛道之后呢，然后最后成就无上菩提。那既然世尊他能够一开始和我们一样，最后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话呢，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呢？就是透由这种思维呢，然后去断除至亲的这种懈怠。所以呢，上述已经讲完了，就是精进的这些分类。那总之呢，就是对于说我们，对于精进呢，要常常去思维，就是精进的它对我们的功德呢是什么？那如果说我们不去行精进的话呢，会有怎样的过失，会有怎样的过患？然后又以呢，就是菩提心呢，发心呢是我们的动机，然后对于一切所有的善法善品呢，就是尽力的呢发起精进。那对于说大地菩萨所升起这种精进的方式呢，虽然说我们现在做不到呢，那同样的应该把它作为愿境，做一个我们所发愿呢回向的一个对境，然后希望说将来呢我也能够和他们一样。那以上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就是布施、持戒、安忍，还有精进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述到说静虑的修学。那请看到第30页的第2段。那对于说静虑的修学呢，在修学之前呢，同样我们是观想顶门呢，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然后思维呢，就是以发心呢，以菩提心呢来做我们的动机，思维到说我是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意乐呢，所以要快速取证无上正等正觉的佛位。因此呢，所以在体性上呢，就是静虑的体性上呢，就是有分为就是世间以及出世间的静虑。那在分类上呢，就是有分为止和观，还有说像是止观双运的静虑，就是有分为这一些。然后呢，在于说我们修行的这种做法上面呢，就是可以分为就是现法乐住的静虑，然后呢引发现证功德的静虑，还有饶益有情的静虑。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所有菩萨所修学的这些静虑呢，我都应该好好的去修学。那希望说呢，我能够如实的呢去修学静虑，能够如实的去行持，然后祈求呢上师以及诸佛的加持。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做甘露降智的这种观修。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述静虑的时候呢，那从安乐道论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在体性上呢，就是我们可以分为就是世间的静虑以及出世间的静虑。那什么叫做世间的静虑呢？世间静虑呢，就只讲说到就是凡夫心绪中的这种静虑呢，就称之为是世间的静虑。那圣者呢，就是见到位以上的这些圣者呢，那他们心绪里面的这些静虑呢，就称之为是出世间的静虑。所以呢，在未证的见到位之前呢，凡夫心绪的这一种静虑是所谓的世间静虑。那见到位之后呢，见到位有情之后的这些心绪的静虑呢，就是称之为是出世间的静虑。那所以就品类来说的话，就它的分类呢，就是以它的品类来说的话呢，可以分为3种。一种呢就是即止，就是我们所讲的止；第2种呢就是讲的圣观，也就是我们讲的观；以及第3种呢就是即止还有圣观合修的呢止观双运3种。所以我们就讲说有静虑体性的即止，有静虑体性的圣观，还有静虑体性的止观双运3种。那这是就品类来分。第3种呢，就是对于说从作用面来分的话呢，就可以分为3种静虑。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就是宪法呢身心乐住的静虑。那什么叫做宪法身心乐住的静虑呢？就是当我们今生呢就可以获得的这种成就呢，所以叫做宪法，就是这是能够获得的呢，就是身心乐住的静虑，就是透由静虑呢，我们能够引发就是透由我们修习静虑，我们能够升起身轻安，还有心轻安。那同样呢，升起身轻轻安之后呢，那自然能够获得身轻安的安乐，以及心轻安的安乐。那透由这种静虑升起的身心轻安的这种安乐呢，就讲到说身心就是宪法呢身心乐住的静虑。那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就是引发功德的净律。那什么是引发功德的净律呢？就讲到说净律呢，它能够引发各种的神通，就是说透由修习净律之后呢，然后所获得的种种的功德，像是能够获得神通、神变等等，然后或者说获得解脱，以及像是片处、胜处等这些呢各种的功德呢，那这个呢，假如说就是透由神通呢所能够获得的功德，就讲说引发功德的净律。那第三个呢，假如说饶益有情的净律，那同样的呢，我们假如说饶益有情，就假如说能够承办11种饶益有情的事情，之前有讲述到，就是透由净律呢，它能够承办11种饶益有情的事情，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作用呢可以分为3种，就是宪法呢身心安乐的净律，那第二个呢引发功德的净律，以及第3个呢饶益有情的净律。那以上呢就是对于安乐道论呢所讲述就是净律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6度里面的最后一度，也就是智慧度。那我们看到30页的第3段，最后智慧的修学，就是同样的呢，在修学智慧度之前呢，我们先观想呢顶门呢，就是有世尊无二的根本上师，然后呢思维到说，就是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毅力呢，我要快速的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位，那这个是发心。然后为此呢，应当修学通达10相的圣意会，通达5名学处的世俗会，以及通达饶益有情毅力会。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那同样呢智慧呢它又分为3种，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圣意会。那圣意会呢就是对于说一切呢就是空性呢就是的道理能够了知，通达10相的这种圣意会，对于说空性的道理呢能够了知。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世俗会，那世俗会呢就讲到说通达5名的这些学处的世俗会，那以及呢就是通达饶益有情方式的通达饶益有情的这种智慧，那就讲到了说就是有情毅力会，那乃至于说呢所有菩萨所修学的这种智慧呢，我皆应当来修学。那对于如是呢就是智慧品的修持还有修学呢，那祈请上师佛的加持，然后最后呢也是做一个甘露降智的观修。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概略的呢就是介绍完了就是成熟智心绪的6度的修学的方式。那虽然说呢在这边净律还有智慧的部分呢，在安乐道论呢它只有简短的做一个讲述，不过呢在后面呢就是特别就是别学后2度的时候呢，就是在讲述圣摩他还有毗婆舍那的时候呢，也就是在介绍止和观的时候会有就是比较广泛的这种讲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成熟他心绪四摄的修学，在这讲完成熟智心绪就是6度的修学之后呢，那就讲说那我们该如何呢帮助有情成熟他人的心绪呢？那这个就讲到说四摄的修学。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如何呢就是成熟他有情心绪呢，就讲到说四摄的修学。那同样呢在讲述到四摄修学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一开始呢我们先在我们的顶门呢就是观想自己的具恩根本上师，然后呢思维到说我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利乐呢，那我要快速的取证无上正等正觉的佛位，那这个是发心。那为了快速证得无上正等觉的佛位呢，所以为此呢我当于一切众生呢广行布施，然后设为眷属。那这个呢就讲到说就是布施，然后呢以折服随摄的方式呢行宣说正法的爱语。那这是第二个呢四摄里面的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爱语。那第3个呢令趋修习如所宣说的法义的利他呢，讲到说第3个呢是讲到说利行。然后呢第4个呢讲到说行如向他人宣说，然后自须修习的同事。那这是第4个呢同事。那讲到说呢就是依靠着这些承办利他的种种的善巧方便呢，我应安置一切众生于成熟解脱之道。那如此有力的行持呢，就是希望呢我能够做如是的行持呢，然后祈请上师以及诸佛的加持呢，然后接下来就是观修就是甘露降智的这种祈请方式。所以这边就讲说第一个呢我所做的呢就是布施，就是广行布施，就是为了能够利这些有情的缘故呢，所以我以行布施的方式呢将这些有情呢就是摄受为眷属。那摄受为眷属之后呢，那第2个呢就是那我们该如何的帮助他呢？就是为他讲述这些正法。那因为讲述正法的缘故，宣说正法呢，所以称之为是爱语。那
爱语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跟他讲说力行。力行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跟他讲了法之后呢，然后让他能够如同所讲的这些教义一般的，让他能够如实的呢去行持，所以叫做力行。那第四个呢是同事，就讲说除了向他人呢宣说，以及让他人去修学之外呢，那自己呢也应该如同的一同的呢去修学、去修行这些内容的缘故，所以称之为是同事。所以呢，四摄呢就是我们讲的布施、爱语、力行以及同事这四种。以上呢就是讲述了安乐道论里面呢，就是关于四摄的修持。那如果我们再讲仔细一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该如何的呢来学习就是四摄的内容呢？那就是成熟他有情的心绪。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布施。那为什么要修习布施呢？就是第一个呢，因为为了摄受这些有情的缘故呢，要让他的心呢升起欢喜，然后呢把它就是变为调伏为自己的眷属缘故呢，所以对他呢就是进行就是财物的布施。所以第一个呢讲到说是布施。那第二个呢爱语呢，就是把他摄受为自己的眷属之后呢，那希望说他也能够呢进入于正法，能够去入于道。那去入于道的方式呢，第一个呢就是用随顺于世间的这种方法。就是用世间的这种方法呢，就是和颜悦色的呢，就是来和他就是做一些讲述，来和他讨论，然后呢，或者说呢，对他呢，就是开示呢，就是信心等这些正法。那接下来呢，再跟他说呢，就是比较难以行持的部分，就比如说呢，跟他说。就是对他说呢，就是比如说想要来杀害我们的这种怨敌呢，或者说这些仇敌呢，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升起悲悯心呢，然后讲一些能够饶益他的语言。那对于说呢比较钝根的这些友情呢，就是头脑不好的这些人呢，那就是在开示这些法语的时候呢，开示这些法的内容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心呢不可以升起厌烦。那第三个呢，就是对于说这种暴恶的罪孽深重者呢，那对于这种暴恶的这种友情呢，那我们对他呢不可以升起嗔恼心，然后呢也是同样的呢，对能够讲述能够饶益他的这些语言。那对于说呢心绪呢还没有成熟的这些友情呢，那我们对他呢就是讲述布施的这些内容。那心绪已经成熟的这些友情呢，就为他开示呢正法。那还有呢，对于说那些放逸者呢，为了让他呢不再放逸，能够安住于不放逸的这种行为呢，然后对他呢进行这种劝诫以及教诲。那为了说呢断除怀疑的缘故呢，然后讲说正法。那以上这些呢，就是关于说爱语的内容。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是力行。那力行呢，就讲到说透由什么样的方式呢，然后呢去利益这些友情呢，然后就讲到说，对于说今生的这种利益呢，就讲到说今生的利乐呢，然后为他讲述说如何累积，还有说如何守护，然后还有如何增长财富的这种方法，就是如何累积财富、守护财富，还有增长财富的方式。然后为了他后世的这种利乐呢，然后跟他说，就是要劝导呢，就是要出家。然后对于说今生还有后世两种的利乐呢，今生后世两种利乐呢，然后跟他讲说要受持世间还有出世间的这种离欲的这种行为，离欲行。那同样的呢，又应该要去修持呢，就是难以行持的这种力行，像是说对于还没有累积善根者呢，然后你要告诉他如何的去累积善根。那对于说具有广大圆满财位者呢，要告诉他就是要如何呢是去行持布施。那还有说，对于说像是串习外道的这些见解呢，那你要如何呢？就是导正他的见解，然后让他去入于正道，安置于善法等等。然后还有呢，就像说对于说像是智慧较为下劣的，或者说就是一般平等，就是中等智慧的人，或者说对于圣慧者，就是智慧较为殊胜的这些友情呢，那你应该受持他们呢，就是让他们能够各自理解的这种教义。那以上呢是关于就是力行的部分。那最后一个呢，就讲到说是同事。那同事的意思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呢，就是教导对方呢如何去修习善法，但是你仅仅呢只是告诉别人呢要去修习善法，然后呢要他去修习善法，但是自己如果不去修学的话呢，那
这样子的话呢，别人他也很难呢，就是依照你所说的呢去实行。所以自己呢，应该呢，就是和他呢一起来修学呢。至于说呢，自己呢要比他人呢来的更为的精进，更为的用功呢来做修学这些行为呢，然后称之为是同事。那以上呢就是四摄事的内容。那以上呢，我们就是讲述完了，就是六度以及四摄的内容。那最后呢，就我们看到第31页的第一行，就讲到说，最后呢就是节行呢如何行持之理，就是如前。那这边呢，我们就讲到说，这边一开始的科判呢，就是发心以修学菩萨行之理呢，还有分为2个科判。那这边呢，就讲到说菩萨的总行之理，然后就是菩萨总的修学以及呢就是特别修学后2度的这个道理。那第一个呢，就是菩萨行总的修学的方式呢，就想要说，第一个呢，就是座上修该如何修持，以及第二个座下修，就是座间修呢该如何修持。那座上修呢，又分为就是前行、正行还有节行这3种。那正行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讲述到的呢，第一个呢，就是成熟自心续6度的修学，以及成熟他心续施摄的修学。那正行的部分呢，已经讲述完毕。那接下来呢，就是节行的部分。那节行的部分呢，就是如同上述所说的，就是像甘露净智啊，然后最后收摄资粮田等等，就是我们之前呢已经有提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在座间修的时候呢，该如何行持。那同样呢，在座间修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呢要去阅读，就是阐述，就是甚深还有广大菩萨行的这些佛经论书等等，就是如前所说，就是说呢，在我们座上修呢，就是好好观修之后呢，那每一座跟每一座之间呢，就是座间的时候呢，座间休息的时候呢，那我们呢要去阅读呢，就是相关这些甚深以及广大行这些菩萨的内容。然后呢，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才不会散乱。那你修行的这一种相续呢，它才能够延续下去，不会说因为你在2座之间呢，然后你的心因此而散乱呢，那你修行的力道呢，它就没有办法延续下去。所以呢，在中间就是座间修的时候呢，应该要多去阅读呢相关的这一些论述。那至于说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特别讲述后2度的修持。那在特别讲述后2度修持之前呢，我们先来把就是之前就是功德之本颂的一些内容呢，我们再把它继续的就是介绍。那在从上一次讲的地方开始讲述之前呢，我们还是从头的呢，就是来复习一遍功德之本颂，不然呢，我可能会搞不清楚说就是现在的内容呢，到底要讲述什么。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能成众得肢体具恩师的这个第一个偈颂呢，它主要是讲到说就是祈求能够累积加持的一个偈颂，能够获得善知识加持的一个偈颂。那所以第一个偈颂呢，就讲到说就是依止善知识。那依止善知识呢，就讲到说我们要好好的呢去依止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绪里面所有一切的正德，还有所有的功德呢，都是要依靠着我们的根本，也就是善知识呢，才能够升起的缘故。所以讲到意乐依止以及加行依止的方式。所以第一个呢，讲到说就是依止善知识，所以讲到说累积加持的一个修持。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说依止善知识之后呢，那讲到说道之根本亲近善知识规律。那既亲近之后呢，要如何修心的次第？那我们亲近善知识之后呢，要如何来修心呢？就讲到说就是于共下士道的修心次第，还有共中士道的修心次第，以及上士道的修心次第。那再讲到共下士道的修心次第呢，那就是从偶一或此圆满有暇身呢，然后开始的这个一直到恒常具足殷勤求加持呢，那这边的内容呢是属于就是下士道的内容，就是3个偈颂，偶一或此圆满有暇身，一直到恒常具足殷勤求加持呢，这3个偈颂呢是属于下士道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偶一或此圆满有暇身的这个偈颂呢，它最主要呢就是我们讲到说既亲近以如何修心次第呢，讲到说共下士道的修心。那共下士道修心呢，又讲到说就是于有暇身呢劝取心要，以及如何摄取心要之理。那这个偈颂呢，讲的就是于有暇身呢劝取心要，所以就讲到最主要呢是讲到说暇满义大的部分。所以偶一或此圆满有暇身呢，它就在
讲到说呢，第一个呢是第一句呢讲的是证明暇满，那第二个呢最极难得大义了之境呢，他所讲述到的呢就是要思维难得，思维暇满人生的难得。那日夜恒时摄取心要义呢，就讲到说思维暇满义大的道理。那身取相续不觉求加持呢，那同样呢就是讲到说就是累积功德的这种加持。那接下来呢，就讲说，就是生命动摇犹如水中泡呢。那这两个寄颂最主要呢，就是开始，正解释下士道，就是正视下士道。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生命动摇犹如水中泡呢，迅即坏灭必死应思维呢，就讲到说念死无常的道理。那时以如影随形黑白夜呢，就是讲到说，就是要思维业果的道理。那就讲到说，我们要从念死无常，然后以及思维业果呢，那对于这些道理呢，就是对于说业果里面呢，它这些深细的道理呢，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然后要去了解说一切呢最细微的取舍，然后呢好好的呢去修持，就是去断恶修善，然后呢恒常具足殷勤求加持。那以上呢就是讲述下士道共下士道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受用无厌一切众苦门，然后一直到修行视为心要求加持，这两个寄颂呢，最主要讲述到的呢，就是共中士道的修行内容。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受用无厌一切众苦门，不可保现世间圆满事，身见过患，便于解脱乐，升起广大欲乐求加持。那这边呢，就想要说，就是明求解脱之心，就是我们去思维呢，就是种种的苦之后呢，去思维这些痛苦之后呢，然后升起一个想要希求解脱，然后呢想要脱离轮回的这种心。所以第一个寄颂呢是讲到说希求解脱之心。那第二个呢就讲说，那我既然呢是希求解脱的话呢，那对于说那我如何呢去入于解脱道，就是让我升起解脱道的方便为何呢？那我升起解脱道的方便呢，就讲到说要透由三学，也就是透由第一个呢就是圣教根本别解脱戒。那从这一句里面呢，讲述到说，就是三学的根本呢，我们心绪之中要先升取戒学，然后透由戒学升起定学以及慧学呢，然后由此修学的方式呢，然后来获得解脱。所以这两个寄颂的内容呢，是共中士道修持的内容。接下来呢，就是如我沦落生死故如是，一直到呢数及相续升起求加持呢，这三个寄颂呢是属于就是上士道的内容。那在上士道的内容里面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说上士道的内容呢，它又分为就是如何发生此心道理，就是如何升起菩提心的道理，以及第二个呢，即发心以学行的道理。那第一个呢，就第一个寄颂呢，就讲到说，如我沦落生死故如是呢，一切如母众生亦如之。那从一开始呢，第一句话呢，就讲述到说，透由我自己的经验呢，了解到说生死的这种痛苦之外呢，那以自身的经验呢，然后去类推到其他有情的身上，然后呢，由对这些有情呢，就是升起一个就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道理。所以第一个寄颂讲的就是如何发生菩提心的道理。那看到一切如母有情呢，就是和我一样，就是在生死里面流转呢，所以升起一个想要承担一切有情呢，就是离苦得乐、脱离轮回的这一种发心。然后呢，所以最后讲到说熟悉菩提圣心求加持，所以这个寄颂的内容讲到就是如何发生此心的道理。那这个寄颂里面呢，它其实包含了就是七因果以及自他换的内容。那第二个呢，就是只为发心于此三句戒，若无修习不能成菩提的这个寄颂呢，它就是讲到说既发心以学行的道理。那这个道理就讲说，当我升起了菩提心之后呢，那我要去受持菩萨戒。所以讲到说，我们不能仅只发起于仅呢，就是只有发起菩提心，发心之后呢，还要去受戒，就是修习菩萨戒。然后受完菩萨戒之后呢，然后就是要去修学六度以及四摄这些成熟自心绪以及他心绪呢，利益有情的这些方式。那最后一个心驱导尽动摇能作止呢，然后一直到数级相续升起求加持呢。那这个寄颂呢，最主要就要讲到说，就是特于后二度般若波罗修习的道理，就特别呢讲述就是后面静虑呢以及智慧呢该如何修习的道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呢，就是共同道熟密契成就矣，一切称中最胜金刚乘，于此善缘是夫妙经道，决定稳速入道求加持。就讲到说呢，对于说共道的修学呢，那对于说共同道呢，就讲到说共道的修学，就是对于说出离心、菩提心还有空正见三者呢，就是已经成熟的这些有情呢，就是已经学习完毕，而且升起了就是决定信解、决定定解的这些有情呢，那接下来呢，他就堪能够成熟成为密续的这个有情，就是成为密续根器的这个有情。那成为密续根器的有情呢，该如何的去做呢？就讲到说，此时二种悉地成就本，守护清净事与三昧也，如是获得真实决定矣。宁舍生命守护求加持。就讲到说，当我决定去入于一切乘中呢最胜的、最殊胜的金刚乘的时候呢，那第一步呢该如何呢？第一步呢就是要受取灌顶。就是我们要先受灌顶之后呢，才有办法进入金刚乘。那在受灌顶的时候呢，那就一定要呢受密乘戒。所以呢，此时对于二种悉地的成就呢，成就的根本是什么？那我们讲到说两种悉地，你想要成就两种悉地呢，根本是什么？两种悉地就讲到说是共同悉地以及不共悉地。那不共悉地呢，讲的就是佛果位。那无论说你想要成就的是共同悉地也好，或是不共悉地也好的，那它的根本呢，成就两种悉地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守护清净事与三昧也，就是对于说密乘的戒呢。密乘戒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持守，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去持守三昧耶戒的时候呢，就是密乘戒的时候呢，你是不可能获得任何一种悉地的，就是无论是悉地，我们讲的就是成就的意思，无论是共通成就或是不共的成就佛果位呢，你要是没有好好办法去守护密乘的这些三昧耶戒呢，是不可能获得任何一种成就的，所以宁愿舍弃生命呢，也要好好的呢去受持密乘戒。然后最后讲到说呢，此后密部心要二次第。那我们讲到说密续的心要呢，就讲到说就是无上瑜伽部。那无上瑜伽部里面最主要讲述到的两种次第呢，就是升起次第以及圆满次第。那对于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呢，我们在了解了它的内容之后呢，就是它所有的内容以及该如何修持之后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呢精勤的去修学。所以讲到说如实了达，诸要勿精勤。那殊胜是作于且不动摇。那在了解了升起次第以及圆满次第的内容之后呢，那一天呢，我们就用试做的时间呢，好好的去修持，然后准如师教修行求加持，然后就如同呢善知识者给与我们的教授一般的，然后如理的呢去做修持，然后由此来祈求加持。那接下来呢，就是最后两个偈颂，就讲到说开示如此妙道善知识，一直到持金刚为愿稳速灯呢，这两个偈颂呢，就是讲到说就是祈求加持以及发愿的部分。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开示如此妙道善知识，如理修行善友皆久住，一切内外魔障中断类，随即消灭清净求加持。就讲到说我们从一开始呢，一直讲述一指善知识呢。讲述一指善知识，然后一直到最后面呢，就是成就无学的果位，就是金刚持的佛位呢。那我们呢都是要好好的呢祈请，就是上师的加持，然后这些善友呢能够久住，然后一切障碍呢都能够尽除，然后由此来求加持。那以及呢就是讲到说，就是最后面就是生生世世呢都能够遇到真正的这种善知识，如理的善知识，然后我们学法的这些资财还有受用呢，全部都能够具备。然后呢，渐次的呢增长一切地道所有的功德，然后最后能够获得呢就是金刚持位，也就是佛位，能够快速的获得。那以上呢就是对于功德资本颂的一个概略的讲述。那功德资本颂呢，就是平常大家可以去观修，因为它等于是对于道次第的一个略修，从一开始的一指善知识，一直到最后面呢，就是无学位金刚持的佛位呢，还有一个就是大略的一个讲述，它等于也是收摄了整个道次第的内容。那所以呢，以上呢，我们安乐道论就是除了就是特于后二般若波罗蜜多学习呢，就是对于止观的部分呢，还剩下一些之外呢，那前面就是关于就是六度四摄以及功德资本颂的内容呢，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都已经讲述完毕。